小子，好，我来派你出院休息，也是出院带入处方间。好，请等下。好，请拿件健保卡同药单到隔壁药局量药，也是张准芬先生嘅回诊单。医药回诊日期是6月14日，照顺嘅8诊32號，記得回診哦。羅勒，莫客氣。好，也是我老公嘅藥單，麻煩你。請問你老公乜嘅名聲？我老公按照張準芬。有張準芬先生嘅健保卡冇？有。羅勒，請等下哦。這是2禮拜嘅藥款，這止痛藥1日14度，3寸半後同水錢，胃藥半後服用1日13度，記得咯。雖然愛食藥，還是愛注意3分食藥，7分調理呀。請問有乜嘅食藥注意事項冇？注意係半後服用，大約半後半點鐘左右。了解。愛麻煩你在平凡出現準備服務表格用藥指圖列欄，收回交者欄位上背簽名。好嘞，羅拉。順行。